来看高雄内门这正过车之灯后台办桌已经举办超过10年了，和在地总铺西文化结合。当年这正过车之灯后台民众和游客拢有上千人，不过今年因为这物件起价关系，一块桌差不多要8,000块左右，但是有关有真侪人去订桌。 工作人员无用准备食材煮物件，农历新年初二是等于后头厝的日子。有总铺西文化的高雄内门，今年搁一摆开桌360桌，30起真侪在地人甲游客前来参加。在户外，然后大家不认识这样一起吃，比想象中的更多桌，然后看起来又有救护车，又有消防车，然后卫生看起来都还不错。料理区烧气滚滚，拢是主家的芳气。原本一桌7600的总铺西办桌，受物价工资等原因的影响，今年起到一桌8,000块。负责办桌的总铺西嘛表示，人工一年比一年搁较歹找，希望会使开放月子义工。做这个总铺办桌，咱凭良心讲足忝。咱台湾本身才爱做这个行业的人，乌巴桑工足欠缺，少年人无人要做这。内门初二的办桌，疫情期间捌停办2档，一直到2023档才恢复。在地总铺西伫这个期间嘛想办法转型，对实体的办桌转型网络配送。但若想要体会传统的办桌文化，还是要到现场才会使好好感受办桌甲乡土之间的情感连接。公视新闻陈环宇、明昭馆高雄报道。